人類並唔係喺地球嘅原住民嚟嘅，而係咧喺呢個銀河系係最先進、最強大嘅智慧種族之一。喺嗰個時代咧，人類係擁有難以想像嘅能力同埋文明嘅成就嘅，例如心靈感應嘅文明啦。最初人類咧係唔需要用語言交流，而係透過純粹心靈感應去溝通。呢種能力咧唔單止係人與人之間啊，仲延伸到咧同自然界啦、動物啦，甚至係宇宙能量咧係可以直接對話嘅。人類嘅意識咧係可以跨越時空嘅限制啦，瞬間傳遞複雜嘅思想啦、情感同埋知識嘅。咁當時咧性別係統一嘅，嗰陣時人類咧係叫做 Unga Billy。咁呢個我唔知用中文點講啊，咁呢個都係一啲非洲嘅話，可能我都講得唔正。咁嗰陣時人類叫 Unga Billy 咧，係既男又女嘅完整嘅存在啊！每個人咧都同時擁有陰性同陽性嘅特質，呢種完整性咧係令人類咧係更好理解呢個宇宙嘅平衡同埋和諧嘅。跟住仲有咧星際技術嘅掌握啦，人類咧係掌握咗跨星系旅行嘅技術啊！佢哋可以喺無數世界咧嗰度自由穿梭，太空艦隊咧係遍佈咗銀河系，係建立咗龐大嘅星際帝國。每個